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1，诗篇40篇17节咧讲，总是我是困苦丧乡的，主要搁笑脸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拯救我的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延前，三甲来祈祷，帮赞甲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阮活命。赏赐阮活开，改变阮生命，丰富阮人生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伫过去带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最奴隶的地，互因通进入迦南地。领受对你来的疼痛甲恩典，主啊，今仔日阮也要恳求你，互阮也脱出做奴隶的心，领受做儿女的心，互阮通进入你丰盛的应允。主啊，阮若离开你远远，就阮要成做困苦丧乡的。主啊，总是感谢你。你要搁笑脸我，因为你是帮助阮、拯救阮的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延前，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